大家好，歡迎嚟到 Masterpicks 嘅 Pattern 介紹系列。今日我哋嚟傾下經典嘅延續形態下降三角形。下降三角形通常出現喺下降趨勢中間，由一條水平下趨勢線同埋一條逐漸降低嘅上趨勢線組成。下趨勢線連接多次觸及嘅相同低點，上趨勢線連接逐漸降低嘅高點，股價喺其中震盪收窄。當股價向下突破水平下趨勢線嘅時候，就係賣出信號，預示下降趨勢延續。最小預期跌幅可以大致計算為三角形最寬處嘅高度向跌破方向投影嘅距離。而家俾我哋喺 Masterpicks 內實操睇下。呢一次我哋以港股1211比亞迪為例，喺技術指標功能中點擊下降三角形態後，可以睇到其喺2025年7月至8月嘅日 K 線圖呈現出經典嘅下降三角形態。7月底形成水平支撐110蚊，7月底至8月底股價喺水平下趨勢線多次觸底110同逐漸下降嘅上趨勢線間震盪。9月1日股價放量跌破下趨勢線110後，開啟下行趨勢，並一路陰跌至今。然後我哋喺圖表中畫出三角形最寬處嘅高度，並計算出最細預期跌幅之後，會發現佢嘅價格目前仲未有跌破理論上最細下行空間嘅底部，未來走勢仍然唔樂觀。此外，下降三角形形態亦都能夠作為選股指標喺我哋嘅 Pattern Scanning 中出現。點擊 Pattern Scanning，選擇下降三角形，系統默認篩選出市場裏近25日出現過呢個形態嘅所有股票列表，同樣亦都可以自行調整呢個時間區間嘅長短。快嚟體驗 Masterpicks 嘅技術指標同 Pattern Scanning 功能，鎖定我哋嘅頻道，我哋盡快更新下期 Pattern 介紹，敬請關注大師精選穩賺高點。